主呀，所听我，主呀，所听我，主呀，所听我，有你在你身边。是安怎今仔日要安排这首歌呢？我要甲咱分享一个奇妙的事。伫顶礼拜，荣兴队长有甲我讲，即礼拜咱带敬拜咧，你爱找几首歌咧？我甲讲好，实际上我嘛毋知要找对一条歌。即条歌就是我60年前上主日老师都有教。我敢会晓安尼讲，耶稣听我知影安尼尔，我毋知影即条歌吼第几首，我用拉的，嘛毋知即条歌的名。我甲荣兴队长讲，你就要找我即条歌吼，即首歌是第几首？我毋知，我第60几档啊。结果真奇妙，迄暗江俊社是开天节，伊同我拿2条歌来互我，结果内底其中一条就是即条耶稣听我愿知了，感谢主。这时咱开始来用这首歌，恳求上帝进入咱的心内，互咱真做生活的保护师，请恁大声来。主耶稣听我3人行，伫我的身边要行行。我若有听伊到落尾，伊要带我去天边。这是我这一次领诗歌才真正的看到这一首歌的歌词。之前我都是只有听到旋律，那这一首歌的歌词很感动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人活在这世界上，不会每一天都平安，我们有时候会遇到挫折困难。那上帝的话跟他的诗歌总是抚慰我们的心。希望未来的新的一年，让赞美的歌声跟上帝的话语能够成为大家美好的祝福。好，请我们大家预备今日的主日崇拜。